公啊，這個年輕家的像去外面去闖下子，我想看你們可以拿留下來，我們兄弟都在這看。就是想走出這個小鎮，出去闖一闖。有朋友在外面，他們都跟我講，在外面又好賺錢，外面吃的又多，花樣又多。所以講我也是好想出去看一下外面是什麼樣。老弟冇要求，元寶不一斤八一個講，你在外面打工一年得1萬塊錢的，那些3萬塊，有2個月沒得抽，你就沒有工酬，你生活費都沒有了。你感覺螺螄粉我們這個幾紅火的，在這個壯年你們得多少錢多？元斤不一斤吧？那麼是嘛？這要怎麼去割？我是幹那種的，割完耍的要。沒有用的，長大了你們真的成了家庭以後，你才要得了。哎，老弟，我還是跟你，沒有走。現在我們已經幾十歲了，以前起碼我們沒走過。像我們老人家講的沒錯的，你可以來這幫下子，幫點忙。學要是手藝，手藝是人學出來的，沒有是天生拿下來的。老實實的走本分。賺到點錢了，成個家都好。阿家你聽我講，你看阿公都跟住講了，喊你留下來，我可以沒懂你，所以我才喊阿公來跟你講下子。大家都希望你留下來，聽完阿公跟住講你，心裡頭就是想你應該會留下來。我就是想出去看下子啊，外面長更大，一直在這個小鎮裡面，都沒得出去過，都沒曉得外面是什麼樣的。你還是留下來，你看我們兄弟都在這看。如果你出去，你遇到什麼沒順利，你想找人談心、找人喝酒都沒有人。那你都跟着講，阿公們也跟着講，那我再考慮考慮些。